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早上的圣经共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诗篇中两篇很特别的诗篇，诗篇117篇与118篇。诗篇117篇是圣经中最短的一篇，诗篇118篇是一篇充满得胜与感恩的诗篇。这两篇虽然长短不一样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核心，那就是我们因为神的慈爱与信实，我们要赞美他。我们来读诗篇117篇。列国啊，你们要颂赞上主；万民啊，你们要颂扬他。他对我们的慈爱多么坚强，他的信实永远长存，要赞美上主。这两节经文让我们明白，神的救恩是给万国万民。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，他更是全世界的神。今天我们能敬拜主，是主的恩典，是主的慈爱与信实。主爱我们不是一时的，主的应许是永远的。虽然117篇的内容很短，但却很明确地告诉我们，神爱我们，而且永不改变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9节。第1节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人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亚伦家的祭司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第5节，我在急难中求告上主，他回答我，释放了我。上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不至于惧怕。血肉凡人能对我怎样呢？帮助我的是上主。我要看见仇敌的衰败，求上主庇护，胜过倚靠必死的人。求上主庇护，胜过倚靠世上的首领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这一句经文重复了4次。这让我们明白一件事，我们要时时刻刻感谢赞美主，因为神的爱不会过期，也不会改变。而我们也看见经文中记载，我在急难中求告上主，他回答我，释放了我。这让我们思考，在我们的人生中一定会遇到困难，但我们有一位可以呼求的神。当我们压力大，心中不安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先求告主，当我们的依靠，因为主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接着我们来读第10节到第20节。第10节，许多仇敌围困着我，但我依靠上主的能力消灭了他们。他们从四面包围我，但我依靠上主的能力消灭了他们。他们像蜜蜂成群围绕着我，但却像着了火的荆棘，转瞬就烧尽了。我借着上主的能力消灭了他们。我被他们猛烈攻击，被他们打倒，但上主扶助了我。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他拯救了我。第15节，上帝子民的帐幕中响起了胜利的欢呼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他的能力使我们得胜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我不至于死，我要活下去，来宣扬上主的作为。他曾重重地惩罚我，但没有使我死亡，为我开启圣殿的门。我要进去颂赞上主。这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能够进去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也看到出现2次，但我依靠上主的能力消灭他们。这很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在被误会、被排挤、被压力逼到角落时，我们需要的不是自己的能力，而是要全心依靠上主，因为主与我们同在，主为我们开启圣殿的门，我们定要颂赞他。最后我们来读第21到第29节。
21节，上主啊，我要颂赞你，因为你垂听我，使我得胜。你水匠所丢弃的这一块石头，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在我们眼中是多么奇妙啊！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，我们要欢乐，我们要庆祝。上主啊，救我们，拯救我们。上主啊，求你使我们顺利成功。愿上帝赐福给奉上主的名来的那一位。我们从上主的圣殿祝福你们。上主是上帝，他光照我们，开始我们的节庆。拿起树枝，向着祭坛行进吧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。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在第22节经文中提到，泥水匠所丢弃的这一块石头已成为最重要的石头，也就是房角石。让我们明白，当我们被人拒绝时，主却要使用我们；被人看不起时，神要抬高我们。当我们遇见试炼和苦难时，只要全心仰望，主一定会成为我们的依靠。在这两段诗篇中所要传达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，神的爱是给所有人的，不论你现在在哪里，神都爱你。在困难中仍然可以依靠神，生活不是没有问题，而是有神与我们同在。每天都可以赞美主，不是等一切变好才赞美，而是时时刻刻赞美主的恩典。让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要时时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爱不离不弃。无论我们的日子在高山或低谷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向高山举目，颂扬你的名，感谢主转变我们的眼光，让我们明白人生最大的荣耀不是永不跌倒，而是每次跌倒后能依靠主的恩典而再次站立。感谢赞美主。孩子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们。我认识的你是温柔的阿爸父，我认识的你是丰富，我认识的你是恩典的一细数，我认识的你是随时的帮助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还是会难过，还有忧伤的时候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日子不总是好过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一切在他手中。有时候，总有时候，你的时候我等候，牵引我每个角走，如明光直到午后。苦与痛又算什么？你冠冕为我存留，要成就其中至善永恒的荣耀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还是会难过，还有忧伤的时候，所以我不